喺香港擠迫嘅生活空間係咪已經成為你嘅日常？想追求更優質、更寬敞嘅生活，係咪覺得遙不可及？其實理想生活同你只係1個鐘頭嘅距離啫。全新焦點中山坦洲筍盤，專為香港人打造嘅跨境界生活典範。我哋明白香港人嘅要求，呢個屋苑由香港嘅發展商匠心打造，深明港人對品質同細節嘅執着，由用料設計到工藝都係最高標準，被譽為中山坦洲交樓嘅天花板。即買即收樓，品質咧親眼可見啊，絕對係信心嘅保證。話你知有幾方便啦，項目直駁港珠澳大橋，自駕返香港話咁快就到啦。仲有專為業主而設嘅直通巴士服務，點對點往返香港同埋屋苑，慳返揾車轉車嘅麻煩。返工度假話咁易啦。嚟到戲肉啦，呢度嘅橫廳設計複式4房，將空間運用得出神入化。客廳、飯廳開揚闊落，一家人活動空間大。最啱夫妻嘅就係呢個1樓嘅主人套房啦。特別設計2個獨立嘅衣帽間，從此告終爭地盤嘅煩惱啊！你嘅名牌手袋，佢嘅珍藏波衫，各有天地。最震撼嘅係成個複式嘅2樓全層贈送啊！計落樓價，等於用平價買到豪宅空間。多出嘅1層可以做多2間房啦，或者係做書房，或者係私人影院，點玩都得，空間由你話事。呢個複式屋苑唔單止係一個物業，而係你同家人實現理想生活嘅新起點。香港人開發交通無縫銜接，加上匠心獨運嘅複式空間，機會難逢啦！立即預約 Suki 睇樓啦，親身感受呢份超越想象嘅生活魅力。